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河東中學嘅學生何欣蓉、何月瑩同歐卓琳。今日我哋想藉住香港美食天堂呢個主題嚟製作短片。提到香港美食，又點可以唔講下茶餐廳呢？茶餐廳又名冰室，係一種起源於香港嘅食肆，提供港式西餐同部分中式食品。而今日我哋嚟到呢間位於北角嘅茶餐廳。呢間餐廳嘅外觀以簡單嘅配色為主，門外有一個麵包櫃，上面全部都係新鮮出爐嘅麵包。而入到裏面就可以見到一啲好經典嘅菜式。你食飯嘅時候係下午茶時間，我哋揀咗3個餐同一啲小食：炸雞薯條、乾炒牛河、蛋撻、叉燒包同埋菠蘿油。新鮮出爐嘅嘢梗係要食先啦。呢個蛋撻外脆內軟，又唔會太甜，啱晒香港人嘅口味。而叉燒包鹹中帶甜，大人細路都中意食。菠蘿油香氣濃郁，啱啱出爐嘅麵包加上一片冰牛油，簡直係入口即溶。食完小食，梗係要嚟返啲主食啦。呢啲雞翼同薯條啱啱炸起，仲好脆。茶餐廳喺香港飲食文化裏面有好高嘅地位，最早係為咗令廣大市民都可以接觸到平價嘅西餐而設立嘅。多年嚟，茶餐廳都係香港飲食文化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但係隨住時代嘅變遷，茶餐廳都面臨一啲嘅新挑戰，例如大眾口味嘅變化、經營成本嘅提高、利潤減少同埋行業嘅競爭等等。為咗應對呢啲嘅挑戰，茶餐廳都不斷咁創新同改進，希望透過迎合唔同人群嘅需求，吸引更加多嘅年輕一代。有好多嘅茶餐廳開始引進現代化嘅管理同服務方式，提高咗用餐環境同菜品嘅質量。香港作為中西文化匯聚嘅地方，一直以嚟都有美食天堂嘅美譽。喺呢度你可以揾到世界各地嘅美食。而茶餐廳就係最能夠體現香港飲食文化嘅一個地方，深刻展示咗香港對唔同文化嘅包容性，都見證咗香港嘅變遷。香港飲食業經過咁多年嘅洗禮，好多事已經變成咗回憶，但只有茶餐廳，佢帶俾人嘅嗰份滿足同幸福感係唔會消逝嘅。相信即使過多10年、20年，茶餐廳嗰份獨有嘅人情味都會留喺香港人嘅心中。最後，我哋由衷希望，即使時代發展得越嚟越快，大家都唔好遺忘咗茶餐廳呢個獨特嘅存在。希望茶餐廳可以為一代又一代嘅人帶來更加多嘅歡樂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。